大地猪哥。鸟气阿虎住在都市，喜欢到处旅行出美食。有一天，他听到一位中年妇人哭着说：“土地公伯啊，阮头家去田里抓农药，抓到死死昏昏去，请你指示，互伊找到好医生，互伊赶紧清醒起来。”阿虎心里想：好可怕，哦，可要小心，否则小命恐怕难保。离开了土地公庙，来到市场，阿虎看见农夫坐在田墾墾甘蔗，食看卖，有机的好口味，田边种甘蔗，就是上好的点心搭。农夫边说边分送着砍下的甘蔗，一群人坐在田边啃着带皮的甘蔗。阮翁用水果刀切的细块甘蔗是高囡仔上喜意食的，拢嘛哪食哪开讲。一旁的农户也开心收走。阿虎想起跟家人聚在一起甜猪猪的温馨画面。不远处，一阵阵成熟的果香传来。龙眼静悄悄没人看管，阿虎摘了番茄就要往嘴里送。啊啊啊！有毒有毒，千万不能出！乌鸦大声提醒着。我保证一定没有毒。八哥用力拍着胸脯说。阿虎饿到前胸贴后背，也不管那么多了。不久，麻雀急切地发出警告：中毒了，中毒了！蚱蜢急得跳呀跳地喊救命。猫头鹰连续3个晚上都来探查，心里很挣扎。到底要不要出这顿老鼠大餐？迷迷糊糊中，阿虎似乎看到土地公在对他微笑。过不久，他就清醒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死里逃生后的阿虎问蜜蜂。我的伙伴们出门采集花蜜，都没回家。蜜蜂无奈地说：“哎，突然夜来夜影。”连住的地方都难找。蚯蚓叹气地说：“天色渐暗，风好凉，星空闪闪烁烁的好热闹。远处传来美妙动听的歌声。啊，是谁？怎么听起来这么快乐呀？”阿虎循着歌声，看见水蛇张着大嘴忘我地唱着歌，蟋蟀叽叽叽。蟾蜍咯咯咯，多么美妙的大合唱！阿虎也不禁跟着跳起舞来。一大清早，阿虎被嘈杂的说话声吵醒。原来是这位叫某星的农夫在跟一群人在介绍农场的耕作方式。这农场太有趣了，白天晚上都精彩，我可要好好论述一下。阿虎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好奇心，决定留下来一探究竟。烟笔下尖尖，生力又生刚。关于耕作，农夫某型似乎有用不完的好点子。阿虎本来以为农夫某型跟他一样喜欢挖地洞，现在才明白他是要给刘棒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。在某型农场里可以听到好多故事，香甜味美的食物更是大家的最爱。第一年红萝卜盛产时，满园的红萝卜全都进了我们的肚子，那真是一场疯狂的啃一口美食竞赛。没想到农夫不仅没赶我们走，第二年竟然还在红萝卜旁边种了我们最爱吃的番茄。而且一口气种了6行，多到我们出都出不完。阿虎在农场过着幸福又快乐的生活。有一天，他正在大出番茄，突然间瞄到旁边有一只超大的蛇兄弟正在对他微笑。这还得了，妈妈咪呀，救命啊！阿虎拼命地跑，拼命地跑。
突然，他听到：“阿虎，你在跑100米吗？”原来是挂在稻穗上荡秋千的帝都小强在叫他。休息一下吧，这哦空气清新，地方又宽敞，可以尽情编织又大又美丽的网。每天都有访客上门。啊，可是农场禁足的守卫兵哦。小强骄傲地说。是啊，我曾经听主人跟别人介绍说，在你脚下名叫满江红的湖萍也帮了大忙。你们算是天罗地网的最佳拍档。阿虎点点头说。炎热的6月天，农场上跳着波浪舞的金黄色稻穗，洋溢着丰收的欢乐。树上的知了一声声地催促着，某型农场狂欢 Party 开始了。高大的田径岩下是最棒的场地 ，Party 即将开始。蚂蚁雄兵率先排队入场，蜜蜂家族成群结伴参加，主要有歌唱大赛，青蛙家族一定不会缺席。独角仙、瓢虫陆续到来，成群的麻雀早已耐不住性子，叽叽喳喳相互讨论着谁最具有冠军相。阿虎在农场住了一段时间，心中暗自下了一个决定，就是这里了，我应该把嘉伦接过来。某星农场是我家，咿呀咿呀哟。某星阿香是爸妈，咿呀咿呀哟。一家主吹奏着幸福快乐的乐章，沿途告诉农场的伙伴们，阿虎家族正式入住5星级有星级的波威峡谷。孩子们，你们可以在深深的沟渠里玩水游泳，也可以在浅浅的水沟里洗洗脚。阿虎带着一家人来到位于水尾处的木瓜园。欢迎光临。这偶经过某型主人的细心规划与改造，已经不淹水了。初康也提供了我们温暖又舒适的家。蚯蚓津津乐道地分享着农场主人贴心的营造。来哦，选健康重内在，有信用的交陪才会久久长长。阿修妈妈再次极亲切地招揽客人。多么缤纷的色彩！摊位上黄橙饱满的香蕉，香甜透红的红萝卜、主菜、立秋葵，好像参加选秀大赛似的盛装出席。物件的讲话，食伫嘴里，感受伫心内。某星爸爸简单招呼完，就坐在旁边拉二胡，偶尔蹲在地上逗孩子，玩着他自制的樟树陀螺。躲在后车的阿虎抬头看看天上洁净的蓝天白云，感受到主人的慷慨，就像摊位上的农产品，每一颗都是大自然送来最纯净、最有内涵的好食物。美好的故事就像播下的种子，会不断成长、茁壮、延续、传送下去的。一群群的老鼠们缠着阿虎爷爷，听他说古早的故事呢。